今日立法院会期委典礼是为着这个选罢法等等的修正草案调夜市起冲突，外口呢也有民团搁再发起青鸟集会，有大阵人来反对法案，甚至呢有人甲违章甲杀互倒，想要装入去立法院内底，甲警方互相下体起冲突。让我们一起再喊一下口号。 抗议民众情绪真激动，甲维安警方来对立，想要甲围栏撒开，入去立法院，双方几若摆撒来撒去，混乱中也有人跋倒伫涂骹。停止开会，退回选罢法。 大声发出口号，表达反对立法院审议选罢法者修正草案。民团搁再发起清剿集会，下晡3点半发出，超过1万人集合，并且提出退回争议法案这5大诉求。多名民进党立委也到场，甲群众致意。因为党团总召郭建明坦白讲，烦恼清剿走入去立法院会造成事态扩大，所以决定考劝民众退离。大家讲几句话好吗？一完一场，撑够1个月。凤鸣老师欢迎。让这个国民党的所有恶行都没有办法睡醒。但是我们最后注意到，只要重新议场的时候，政大社会系皇后，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不得不来。我们目前既有我们中正一分局，还有大同分局跟文山2分局来执勤，总共警力数大概是200名，还有规划200名警力在各分局待命，如果有必要才会过来支援。 负责以外，维安的中正一分局讲，即派出200名警力，会看上好增加人力的部署，也立法院内部继续由保六总队改编。希望民主进步党党团立刻提出宪法诉讼，因为这样的条文明显是违宪的。民团讲的呼吁民进党团对通过3读的选罢法提出宪法官司、甲暂时处分的申请来反制。原本内部有公开活动的行政院长杜英泰、副院长陈立军拢临时取消行程。杜英泰经由声明向立法院长韩国瑜发话，表示希望暂时按下政治正确权，有争议无强势法案，强调若是有任何违反停诉的决议，会无法度得到人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